因为蛮荒时代已经结束，一夜暴富也成为了过去。第二，我们会看到这个整个行业里面，行业的站队会越来越的明显，因为基础设施留给大家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相信现在仍然有很多的创新者在努力的在基础设施上面去进行他们的工作，但是它能够带来像以太坊这样的回报率吗？它能够重建一个比特币吗？我相信这样的机会正在关闭，而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行业战队依赖于大的生态所兴起的应用，会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第三，体验抱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从一个优秀的、一个良好的体验，不管是它从钱包出发，还是从 DID 出发，都能够带来另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带来一系列的应用的爆发期。第二，在中心化的共情政治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边缘注意力却是在去中心化的。我们很难再用一个概念、一个说法、一套话术来赢得整个市场的关注。最近我们看到 ChatGPT 的兴起，引起了 AI 和元宇宙和 Web3 之间的讨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生成 AI 从 GPT 1、2、3发展过来，大规模语义级的 NLP 的自然语义的分析，其实早就具备了非常强大的 AI 能力。而生成 AI 真正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 Web3 去建立一个经济系统的时候，尤其是像元宇宙这样的一个经济生态的时候，它的成本被锁定下来了。也就是说，生成 AI 的能力恰恰是消除了在成本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使得我们的经济生态更加的 solid。同时，我们看到它的负面的影响是想象力正在消失。也就是说，不再有什么我们不能确定的和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在元宇宙里面发生。所以，经济规模的底线和经济规模的天花板都会向我们靠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创业者要做一个选择。第三，我们会面临很比较明显的独角兽厌恶的情况，也就是风险偏好不像是在过去的4到5年当中那么的高。我们要面临的不仅是 LP， 不仅是 investor 的审判，我们还要去看到散户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尤其在传统市场进入到 Web3 世界的人们，他们对于风险的偏爱。我们看到加息周期还没有完全结束，虽然已经有很多的投资者在预言下一轮降息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很短，因为地缘政治和地区热点、局部战争都没有消除这个风险。所以宏观风险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面，大部分的传统的用户和传统的投资者是不会冒高风险去进入一个市场的。同时，从16年开始的反全球化的周期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一点。而新的底层已经开始，从硅谷的裁员开始，从 ChatGPT 带来的生成 AI 对就业的急速替代开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底层效应的出现，而这一部分的用户的思想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所以记住，周期之外仍有周期，我们不能够仅仅看到在我们这个小市场里面，在 Web3、在元宇宙、在区块链加密世界里面的周期、熊市和牛市，我们仍然要看到全球的宏观的熊市和牛市，以及整个资产效应和整个货币效应的影响。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要意识到，并不是独角兽就是好的，并不是一个 great idea， 一个非常大的梦想，就是会带来很好的回报的效果。从另外一个技术执行层角度来看，我们要注意短供应链的问题。我们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很熟悉，长链是最有效的，哪条链越长，它最后便成为这条链的标准。但是在供应链当中，短链是更重要的。过去我们谈供应链的时候，仅仅是针对实体产业，但是因为有了元宇宙的应用场景，有了 NFT 和我们包括 GameFi 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应用的爆发，我们会发现，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供应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球的政府都在出台他们关于数据主权的政策。那么，在这种数据主权界定下面，新的数据贸易的 WTO 会形成什么样的协议？
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看到一个确定的结果，甚至还很少有国家在探讨这个问题。从个人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在元宇宙里面，我们在 NFT 的市场里面很容易形成获得我们的数字产权，我们的 NFT 和 FT， 但是当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另外一个国家公民进行交易的时候，当我们的一个税务监管框架下面的 user 和另外一个税务监管框架下面 user 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实质上是在进行什么样的交易？这一点我们的界定每个国家也没有提出来。所以在不仅仅针对实体产业的供应链当中，我们发现短的供应链对于数字产业，对于我们的 Web3， 尤其对我们的元宇宙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我希望大家在这众多的趋势当中关注今天我们会议的主办地，关注中国的香港。因为不管美国人怎么说，我们要确保 Web3 的革命在美国发生，但大家都知道，一个去中心化的下一代互联网，这革命不会在一时一地发生，它一定是在全球各个地方四处开花。但是数字贸易，刚才我们讲到的数字资产的交易，数据资产的贸易只能发生在中心地带，它仍然是一个集中化的市场，所以它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可信的供应链的一环，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到地缘政治的认可；第二，它必须处在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反全球化的技术民族主义的边缘，它不会受到中心的民族主义的更多的侵害和影响。第三，它必须本来就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就好像是我们的香港。第四，它必须有能力在法律条件下面解决多监管框架下数字资产，而成为一个交易的自由港。这恰恰是香港应该去做的。我很高兴看到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在之前的虚拟资产宣言当中提到相同业务、相同风险和相同规则的监管框架和原则。而在我看来，这个三个相同还应该加上一点，就是创新的管理。当我们把现在的新形成的数字资产和新型的数字交易纳入到监管框架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用三相同的原则，还应该看到它有创新的可能性和不同的执行的效果，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的真正的一个 Web3 的香港。